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晡日啦，大家咧讲乜嘅咧？我相信吼，看電視嘅鄉親朋友啊，講到出國去了解經驗，要當到去講日本、韓國，又係講美國，又係講歐洲，咁個係講去到非洲呢個地方嘅，可能當因為講冇去過，又想會去，咁個又冇去。你今日邀請嘅來賓呢，是特別老大家來分享去到非洲馬拉維呢個地方嘅好前途嘅旅遊啦，當多嘅故事，當有意思，所以大家來分享你今日嘅來賓，其實你嘅茶水姐分享。大家好，我名叫茶水姐，我來自台中嘅東市，我講太平運動西卡。另外呢，我到台北做老師。今比當翻譯哦，來啲片同大家分享誒當多故事哦。不過大家有件事情要麻煩大家聽受啦，因為有一次拍攝啦，東橋冇講卡，因為從我細漢嘅時候，我卡啲度見總係講卡，所以我總係聽要。唔過我東小屯，我爸爸媽媽、阿公阿媽見講卡，所以今比可能當多時候我會講國語，請大家拍攝。佢講自己客家話，因為以前較有經驗，較有機會講，唔過也其實較少誒。可是你唔講你講得真好啊，唔講啱。不緊張啦，咁你真緊張就愛講卡。我覺得唔會，我知道你講得真好，講實在話啦，知道你下後生人哦，愛講客家話講到一長串，講到真好，其實本來就會新多嘅機會來練習啊。你剛才有介紹你的外號嗎？有嗎？哈。冇，給你嘅片名呀，外號嘛叫做結實，因為我中文嘅綽號叫扎實，扎實，所以大家是很愛結實。我今晡日嘅主題真有意思吼，因為特別有唱到結實、扎實，嚟到節目底度同大家來分享而去非洲、馬拉維嘅深度旅遊啊，有嘅經驗。不過其實你平常就是個老師，對不對？其實今年8月底開始做老師，做先生哈，故說也可以以老師的身份，又係一個非洲深度旅遊的這個經驗分享的來賓，同大家好好來打嘴鼓一下。好啊。不過講真嘅哦，一開始大家講到出去了嘅時間，一般嘅人就會講，我去日本有冇？因為很近，有沒有啊？又很熟悉。我會去歐洲，哇，好像很酷，那種嘅感覺。很少人會說，我會去非洲，你就會去到幾片。所以其實你當時係參加一個法通係冇去到幾片，是一個怎麼樣的活動？這個活動它叫世界公民島，它有一個計劃，它那個計劃其實是希望台灣20到26歲的年輕人有機會到這世界去走一走，而且不是走馬看花的看一看，而是說我們可以有一個主題的任務，我們好好去了解這個任務它的背景，而當我們有機會到當地的時候，我們就到當地好好的去探索。對，所以我當時在我研究所的時候，我看到這個機會，就懂繁體啊，還是用有機會是在出去嘞。那個時候這個主題呢，其實總共有130個，我沒記錯的話，130項任務。對，每一項任務就是一個國家會由台灣的一個可能產官學界的老師做一個向導，那他會出這樣的一個任務，所以才會這麼深度，對不對？因為你看過，你會深買東西，你看買東西唔係按樣你真正去親身土一了解嗰邊所有嘅東西，嘅歷史文化也好啊，民族也好，對不對？所以你就這樣子去甄選的，是不是？對。然後那甄選的溝場嘞，會輕困難嗎？你講輕困難的呀？應該不會哈。其實會，其實會，是不是？因為我看到啲活動的時候，都很晚了，很晚才看到，所以那段時間大概1個多月，我們就每個要寫的旅行家要挑5個任務來寫。是。那這每個任務可能你要去想說，你為什麼想要參與這個任務？你有什麼能夠，你的亮點是什麼？是。那你要怎麼去活動那個旅行中執行？回來之後你要
你要做什么这样。大家有談到冇？因為其實節食有講嘛，而講其實我有任務。不過大家會知道嘅，你去到一個地方我們說旅遊也好，體驗也好，任務，譬如講是怎麼樣的任務？舉幾個例子好了，像我最後去的國家馬拉威，我要去了解當地的一個社會企業。那這社會企業其實是 New Skin 這個直銷公司在馬拉威當地所做的一個叫做受飢兒滋養計劃。對，那這可能是其中一項計劃。那可能我們還有去瑞士看他們的技職教育，因為他們瑞士的整個技職教育的整個發展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或者是可能去美國看麥當勞，它這個龍頭企業它怎麼做發展。但我覺得同時比較有趣是說，可能我們會有一些任務是，反而我們要從反向去看，說為什麼它今天會每況愈下，不是每況愈下，就發展越來越不好。對，比如說巴西那時候，它的整個國家發展狀況是有一點下降的，所以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就每個任務都會讓你有所學習，學習它好的部分，還有學習它為什麼今天會發展得比較辛苦。對，所以那你那一次去馬拉威，對你來說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衝擊嗎？就是你後來選擇這個地方，去到那個地方，一開始跟你認識的形象是不一樣的，對不對？聰萌，你想象中的形象跟你到那邊有其實還好，其實還好，因為我選馬拉威這個國家，對，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在台灣，我那時候當飢餓30的總召。那其實，在世界展望會，它每年有一個飢餓30的活動，它同時也會讓很多學校有機會去體驗這個飢餓30，或是自主性的去辦這個飢餓30。那我那時候就在我們學校台北科技大學，我當第4屆的總召。那個過程中，其實常常就會去想說，哇，這個世界展望會他們一直在做的那些計劃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以我大概就有看到那個世界可能長什麼樣子，那些國家可能長什麼樣子。對，所以我去的時候，其實我就已經有一些想象。對，所以到的時候，其實我比較不會是哇，原來是這樣，原來是這樣。對，我反而就是比較平靜一點去看。是，所以你到了那邊總共去了66天。去了66天。所以你這66天，當然就像你講的，你有看到青島嘅東西，然後青島無窮嘅風景，無窮嘅人愛，無窮嘅體驗。不過共識採訪你睇到幾片，像你剛才也說，比如參觀很多的地方。不過你大部分在那66天，最主要你做了一些怎麼樣的一個事情？我自己在出國前啊，對，我就跟自己說，有機會來到這樣的一個國家，我給自己幾個目標。第一個就是我幾乎不用3C 的產品。除非一些必要的時候，比如說我真的覺得我要拍照，基本上之後就是每天晚上睡覺前我會看一下，或者是有時候知道真的有一些重要事才有可能拿出來看，或是拍照紀念這樣。對，公司採訪講到3C 產品，你不要講說出國，你看亞碟台灣也不論你係抽公車也好，車運也好，行路也好，過馬路嘅時間也好，真係那個手機就要用拿的。有你安尼走過馬路啊，愛騎歐多拜綠燈，跟喊走過去，看到手機安尼看，愛驚，驚唔驚？等下愛弄衝到幾黑嘛？真嘅，你要看手機嘅你真嘅係容易，你坐車的時候看就算了，對不對？唔講你行路嘅時間還要看，真嘅就完全離不開。還有買東西呢。騎個歐多拜嘅時間有冇？騎歐多拜還要看手機啊，有沒有？這樣很危險，同埋我們故說它有一種3C 產品，就是有一個架子，故說你得卡在個歐多拜嘅架子，架子上面做啲不用嘅數據嘅，故說你要用騎歐多拜嘅時間，騎啊，你看做啲愛用看，有冇看？愛用嘅內容就是真的離不開，所以第一台灣離不開，你出國的時候當然也離不開啊，對不對？隨時還能，因為你會翕相，有冇？你會上傳，你會通大家的交流。共識採訪去到幾片的時間，你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那個算是我出國最後一天自己寫下來的一個挑戰。第一個不用3C 產品，第二個是我每天都寫日記，第三個就是我要把自己有的很多想法都丟掉。我到這個新的國家，到這個馬拉威，
大家都觉得你要去黑暗大陆，你要去马拉维，你要去这个好落后的地方。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就是放轻松，好好把自己有的那些成见框架丢掉，好好的去。很棒哎！我觉得这是整个你的丢掉是你的想法，你先把这个想法掏空，用一个全新的想象。因为该行有共斗嘛，其实你本来就对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的认识，或是有你自己原本已经知道的状态，不过你就会还是全部的丢掉。Hito 给片啊，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每天写日记，对不对？然后不要碰3C 产品。其实你就是想要整个完全放下，用你的心跟你的眼睛去好好的看那个地方，去体验跟按钮给地方，所以也遇到很多的故事。哈，我相信相信朋友，我相信哈，对于来讲，Hito 给片按钮给地方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66天，给沟场，然后呢，好好的去体验，好好去看，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因为来看你同给你分享的1、2个小故事，我看起来就觉得已经好有意思了哈。所以乡亲朋友可能都想了解，到底有嘛个故事做在分享，所以聊下现场，你跟乡亲朋友说聊下啉下茶，你讲个后头来谈有嘛个故事。上堂节目有讲到啊，其实 Hito 这边有青岛的故事做在分享。其实你出去之前、之后都有好多跟这有关的故事，对不对？可不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在出国之前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计划里面要去非洲的相关的计划，其实就不少个，大概可能有10个、11个左右是跟非洲有关的计划。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最后脱颖而出的旅行家，我们就大家一起想要去把这个非洲的这一件事情好好的做推广。那其实推广后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对非洲其实都不太认识，没错。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或是那个认识是很刻板印象的认识。那时候常常就会发生说，我要去马拉维了。我都不知道到底马拉维是什么样的地方，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发展是怎么样？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讲啊，我跟你讲，但我会发现他们都没去过非洲。对。那我开始，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我在我们学校我就有认识很多非洲的朋友，像我们学校有来自甘比亚的，来自布基纳法索的，来自斯瓦季兰的。那其实这3个国家当时都还是我们的邦交国，从甘比亚断交，那近期圣多美断交嘛。可是其实就因为这国跟国之间的一些计划，所以我在我们学校工程这个学校，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非洲的学生。对，所以我跟几个甘比亚的学生就非常好。那有一次我跟我这个非洲的学生晚上彻夜长谈，聊了好久，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可是我对那边都很不认识。他就跟我说，其实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在台湾他生活这么久，他发现台湾人并不是歧视非洲，而是对非洲不了解。所以那个当下其实给我很多的鼓励。我也希望说有机会能够在台湾的时候，或是去这一趟旅行中了解更多，回来也可以做更多非洲的相关的事情的分享。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很印象深刻，我们办了很多分享会，就还没有出国我们就办分享会。那我们办了3场，那第3场我最感动，因为第3场我们邀请到台湾的4个非洲学生。那有来自斯瓦季兰的我的很好的朋友，他现在回到斯瓦季兰工作了。可是他当时他就穿，因为斯瓦季兰他的文化是很多元，他们是国王的这种制度，他就穿了国王的那一套衣服，跟他的就他整套装扮都穿着，就他们的这个整个传统的服饰，给那一天就直接分享本台感。对，那4个人那一天就哇，我们也在学习，那好多人来听，就听着他们开始去分享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好棒，那印象好深刻。我觉得那旅行前的这一次分享活动让我很感动。所以在现场来听分享的 Gato 朋友，也是重新认识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土地，对不对？因为这样的分享会。
我觉得以分享者来讲，这些非洲学生，他们一定是重新整理自己的国家。太棒了。对，那在下面听的，其实很多都是台湾人，就台湾学生。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很好。我们共同按 Q 泰嘎菲吃豆工，我们是不是了解人家的地方，对不对？了解人家的土地，所以我们请给一片给你来分享。可是你是不是了解自己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你其实不了解自己的地方，你如何跟别人分享？公司采访啊，根本可以跟我拍一个嘛个分享会，讲好好的收给一下腿吧。你自己对台湾是不是真的很熟悉？你自己对台湾是不是真的很了解？其实这就是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其实特别一开始会很想分享，是说我是客家人，可是客家的文化是我的根本。可是如果我连客家话，对，我连这个客家话，我以前都只是用国语一直在做交谈，我很少去学习这个母语。那以后我的文化怎么延续下去？今天我去了解这些非洲的国家，我去了解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多故事。可是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我对这个台湾的文化，我觉得我会给自己很多省思。唔會，冇錯。你講嘅係錯嘅，唔講意思講基本嘢嚟到下面嚟送節目嘅時間。一開始自我介紹的時間，你就開始講了很長的一段台步橋，對不對？這就是一個新的開始啊！對你來講係愛用的講述，對不對？你對其他嘅文化有很大多嘅了解，當然我們去認識別人，也讓別人來認識我們。其實要係清楚嘅交流。有時候對於一個文化嘅認識，你可以講你就一直只拘泥於在一個地方，在一個圈子裡面。我常常覺得像客家文化這樣嘅東西，那共識採發，我覺得其實我們是要搭一個橋梁，對不對？沒有建一個堡壘，然後在裡面告訴大家說：哇，我們有多強。其實你還按個港口，還有清楚的事情，你要搭一座橋。然後我希望可以借由安永嘅橋梁，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橋梁互相來交流。不管係語言也好，文化也好，其實音樂也好，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哈。我們共同鴉片其實安永嘅分享會就是一個出發前的一個分享會，但你到了那邊之後，也遇到很多的故事講不完。我覺得那個故事有時候會讓我很震撼。比如說，第一次我到了部落裡面，那時候因為跟着一個叫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到了部落去發了很多他們需要的物資。那我當下我們會發一點糖果給那些小朋友，我們發給那些小朋友之後，他吃完他就丟啦，他就當下吃完他就丟啦。我一開始我其實有點驚訝到，我說啊，他們沒有垃圾桶嗎？或者是我跟他們說，這個垃圾不能這樣子丟啊，這樣會造成很多環境的破壞啊。可是我慢慢發現說，我好像很主觀、很刻板。我帶着我自己在台灣，雖然我跟自己說我不要帶着這個框架到這邊，可是我覺得一開始光這個一個小小的點，我就開始讓自己重新再去想很多事情。對他們來講，他們渴望着那個糖果，他們吃掉那個糖果，從來沒有人跟他們講過為什麼要把垃圾丟到垃圾桶裡面，這個垃圾桶之後要怎麼處理，這垃圾會到哪裡去，都沒有人跟他們講過。而我帶着一個我認為你要丟到垃圾桶，你不應該丟到地上，所以我其實那時候我自己有點心酸，因為我沒有真的了解他們，我就跟他們講你應該這樣，對，就那是一開始，我一去就會有這些小小的故事。那我特別想分享一個是，我覺得台灣跟馬拉維當時曾經邦交，兩邊建交過。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台灣的農技團就到當地做了很多水稻的培養，是整個栽種的整個計劃。那我有幸跟台商到了那個一個計劃區。那我就開始去看說，以前的農技團，他到底對這個地方的水稻計劃做了怎麼樣的協助？那當地的酋長等等也帶着我們，那我就看了，我就聽了，我就了解了好多事情之後，他就帶了我到了一個地方，那是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呢，全部都用磚封起來了，連門都用磚封起來了。我就好驚訝說，這個房子裡面放的是什麼東西啊？那個房子，那如果門都是用磚封起來，那對如何進出？對，他說那個不給人家進出的。他跟我說，當時台灣跟馬拉維在2008年斷交的時候，就農技團他在斷交後的1-2天全面要撤回，所以他說那斷交後的1-2天，幾乎所有的那些機械設備全部都被竊走了。那當地的人，可是他們對台灣的農技團的幫忙協助，他們還是很感念。所以在這個房子裡面是一台引擎，
那个当时农技团。因为它有很多pump很多水管，它要用引擎打水出去到水稻田上面去洒水这样，所以他就把那台引擎留起来，他就看着我，他跟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台湾人还可以回来教我们怎么种水稻，让我们水稻能够种得很漂亮、很美，产量很多。就我当时我听到那个当下的那个话，我会觉得。国家跟国家之间，有时候那个关系是我们也许基层的老百姓，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影响的。可是人跟人那个互动，我们永远是可以互相的连接。在那个当下，我能够感受到曾经的农技团，他对这边人民的协助，他们感恩在心。所以在旅行中，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讲说 I'm from Taiwan， 他们会讲说哦，台湾我知道，他们会很开心。他说台湾好吗？你好吗？台湾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每次听到，我会很窝心，很感动。我爱知道亚洲黑，其实你都给片给一种给感受老体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很珍贵的地方。对，有时候你去旅行给时间，你看给真给唔係单纯的环境也好，或是风景也好，爱知道最初嘅事情就係你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故事，尤其是其實啲福喜來的安用嘅節目，係講有訪問過青島嘅人，有青島嘅人尤其特別去個非洲那邊的人，因為說真的。整個生活背景狀態的落差是很多的，落差不一定是好壞，是不一樣。有青島嘅人，你去到日本去旅行嘅時節，大家會提講，其實你會覺得那個落差沒有這麼大，就是不一樣，沒有到你沒有辦法承擔或是理解。如果有青島嘅人去到給片嘅時節，會知道，就像你剛剛講糖果的那個，你為什麼？不要丢到垃圾桶。对，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他可能平常连吃糖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没有物资，他如果连糖都没有了，他怎么会还要想到环保这个层次的问题呢？对不对？就有青岛给你，其实泰达威熊公。那边的人其实很多，其实也有真的很不错的，但是有真的不是很不错的，是你不知道的，因为那里的人口非常的多哈。不过都大概有乜嘅親港通影嘅故事，像結識安陽講嘅故事，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希望鄉親朋友先聊下，啉下茶，休息一下，你等下陣再來好好嚟談精彩嘅故事。呢度上堂節目其實有談到當多很精彩的故事同大家來分享吼。不過就像你講嘅，其實去旅行也好，去成都嘅旅行，吼，其實你了解嘅唔係你目珠看到嘅案件單聽聽，也係講人老人之間嘅故事聽聽。其實最重要嘅事情係你透過安樣嘅過程。你學習到嘅東西係乜嘢？你心態嘅轉變係乜嘢？這對你來說係挺重要嘅，怎麼？很重要。我其實在當地拜訪了好多單位，那其中有一個組織，它對我來講，我覺得它是社會企業，它的名字很有趣，叫 Mr. Toilet Friend， 廁所朋友。廁所朋友。我那時候就很好奇，說，他們在做什麼？他就跟我說，他們在推廣他們的馬桶。的設計要賣到部落給這些人用，我就說，可是這些部落的人都沒有什麼錢啊，那他怎麼會有錢買得起這個馬桶呢？他就跟我說，他以前也知道這是很困難的，可是他開始會去提倡一些事情。第一個就是他跟一個 NGO 組織叫做 Water Aid，就是水資源的整個健康的這個單位合作，這個水資源的單位就會協助他們。了解說，怎麼樣洗手對當地部落的人會更健康？可是這個 Mr. Toilet Friend 他們的創辦人，他們也跟另外一個 NGO 合作，另外一個 NGO 它提供的就是你的糞便怎麼樣經過這個堆肥的過程變成肥料。所以他就開始跟部落的人講說，其實你今天你買了這個馬桶，你來之後，你開始你
如果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小便下面的整个这些堆肥的这个系统，其实这是最宝贵的，因为你没有钱到市区买这么贵的肥料，可是你有办法让自己的粪便透过一个这样比较完整的设计，它可能经过6个月的堆肥，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肥料，你就可以用在你们的耕种上面。因为马拉维大概有80到90%的人都是务农，所以这个当下我体会到很深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这很重要，吸收很重要，可是你没有建立它背后的那个动机，它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买你这个马桶？因为我知道说，当我买这个马桶，我的粪便会经由这个灌溉的这个过程变肥料，而我出来我去洗的那个水，它也会流到那个灌溉的那个系统里面，所以这都是这样子连接起来的，然后也同时改善了他们上厕所的问题。对，好，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要上得很准，因为他们有那个脚印踩着蹲着，他们就一定会让自己上到洞里面。你告诉他说，比如说你同体公公，你会用马桶，以为你会改善卫生的问题，就回到你说，我都吃不饱了，我还花钱去买马桶改善卫生的问题，对不对？我没有那个动力不够。不过因为就像你讲的，黑讲其黑做农嘅，OK， 所以你用了马桶，你同时改善用的问题，你又做在堆肥，又做在洗手，水又没有浪费。那个多功的状态出现了，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对不对？好，我觉得这就是你要不要 Hido 给片给深度旅游中时代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只是简单的你说人跟人之间的故事。不过我知道不只是这样，你也碰到一个卖米的故事，什么？对，这个卖米故事很有趣，因为我刚刚讲到那个 Mr. Toilet Friend，我就是某一天我要跟这个创办人约的时候，他就爽约我了。所以我当天我的时间都空下来了，于是我就到了附近的市集，我就在那边，我刚好也想说我要去理头发所以我就去理头发。那一天因为时间很多，理完之后我就跟那个理发师聊了起来。那这个卖米的这个员工他也过来，我们就一起聊了好多跟马拉维的故事。对，那因为他跟我有那个情感的连结，所以我最后一天我即将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他们，我就说。我今天是在这边的最后一天，我即将要离开了，那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们。这个卖米的一听到我准备要离开了，他就跟我说，他是说，等一下你要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来找我？我就说好啊，我等下去找你。我结束所有的就道别每个人之后，最后一站我又回到了他的店里面，我就说我即将要走了，他就说好，可是他就拿了一张 A4 纸给我。这张 A4 纸上面他跟我说我看到就是英文跟他们当地的母语叫奇切瓦，大部分人会讲奇切瓦。这个翻译就比如说 How are you？ 奇切瓦要怎么讲 ？I'm fine, thank you。奇切瓦要怎么讲 ？Thank you， 奇切瓦要怎么讲？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好开心有机会能够遇到你。你从台湾来到这边，你愿意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愿意了解我们很多故事，他希望有机会我回到台湾，或是我到这世界其他的地方，可以跟所有的人分享我在马拉维看到的事情。因为他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报道都是讲非洲多么的差劲，非洲遇到多大的挑战，可是那一些没有真正来到我们国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我们国家有哪些很美好的部分。对，他希望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最重要的管天黑马该呢，对你来说，或是对我听故事的人来说，我最重要的好心黑马该，其实你看一点点的希望，或是一点点的机会，你可以希望透过你，他连说他几乎是透过你，你帮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对，那我们自己曾不曾经是，你迪奥，不用用客家来讲，我有没有透过，我有没有那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要一个按用给动机，按用给想法或是实际行动，透过去告诉别人，我们家是个怎么样，就我们的土地是怎么样。所以你回来就因为这样也办了分享会，然后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不是？听说你回来办分享会也是很跟这有很深的连结。对，其实
我们这一群伙伴，这群旅行家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继续做了很多事情，分享会也有啊，展览也有啊。不过我想对我们这些伙伴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回到台湾我们就开始想要去筹办一个叫非洲大半桌，也就是我们希望让台湾人有机会享受到非洲的美食。对，因为我们去那边吃到的食物都太特别了。可是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如何能够达成就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动念，就是那我们去找驻台湾的大使馆。那时候就台湾的邦交国，那时候有史瓦济兰、布基纳法索跟圣多美、普林西比，那时候还有3个国家。那其他还有3个代表处。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努力去拜访。哇！结果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想法，他们都很开心，愿意支持。结果当天我们办那个非洲大半桌的时候，他们全部的大使跟代表都出席。哇！那因为我们外交部他看到这个活动，哇，怎么有一个私人单位办这样的活动，号召了这些大使跟代表们，所以他们也一起来。我就觉得好棒，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想推动一件事情，我们只要有认真有那个真诚，我们愿意去邀请，我们让别人感受到我们很想那个渴望，他们真的会愿意来协助。所以当天好开心，不仅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些大使，好特别，台湾第一次，我那时候当主持人，我跟他说我在台湾第一次在一个空间里面看到这么多非洲人，好特别哦！外面都是非洲食物，搭配我们的展览，我们整个这样连接在一起，跟大家讲说，每个旅行家到了自己的国家，他看到了什么，他用他自己展览的方式呈现，对，还有吃的美食，做了一个很美好的飨宴，是哇，太棒了，那个觉得好棒，觉得对，我想。听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亲感通给黑马盖，我当然可以理解你们回来很希望可以分享到你们的所见所闻嘛，对不对？然后又安永给非洲大半桌给发通分享这样的故事。可是我想最棒的事情是你给了那个卖米的，那一个员工最大的回馈，对，当然。很多人办分享会其实是一个我们很习惯做的事情，对，因为我们想要告诉大家。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个卖米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你回来做了一个这样的分享会，我想他会非常的开心跟感动。我觉得这就是你讲的嘛，我们是不是有埋下一颗种子？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起心动念，然后我们就去执行。对，你想想看，他之于你，他一个这么小的动作，在最后一天拿了一张 A4 纸，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后来形成的这个整个是非常大的回馈哈。对，那希望今天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不是只是旅行。对，是这个旅行背后带来的意义哈。哇，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短的时间，我们最后给30秒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最后，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资讯啊，或是未来的规划这样？我觉得从这个旅行回来，最重要让我感受到就是要很有意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成见去看待很多人。那其实我在旅行中那个成见依然在，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好多温暖，给我好多善良跟美好淳朴。可是我回到台湾之后的某段时间，我跟台湾这些非洲朋友，因为一些活动交流，我发现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思想、他们对国际议题的了解，掌握的比我前面太多了。我就真的再一次的去反思我自己，就是说我不应该永远带着那个成见。那个成见不单单只是你有好的，你也有不好的。对。那个成见那个好，如果只是他好善良，他好美好，那还是很刻板的。所以我想，我今天来下个结论好了。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怎么样待人，好不好？好的，在这边呢，我雄心泰卡的收获一定很多，所以非常谢谢，有机会多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吗？好，乡亲朋友哦，天天哈乐有在走人堂流。